點靚？又一個星期啦，今日都係堅持我嘅有氧跑1個鐘，剛剛結束。唉，而家真係感謝上帝。足底筋膜炎嗰個症狀真係漸漸咁樣消失。今日就係純有氧慢跑啦，所以跑得好慢，大概7分配，係啊，但就完全冇觸發到腳底嘅所有任何唔舒服嘅地方。呢個係我非常慶幸。但係呢，就又因為呢段時間呢，有其他事情在忙啦，咁樣搞到前2個星期嘅訓練呢就跟唔上。咁但係今日一睇，心都上咗去，但係唔緊要，盡可能自己調節翻嘅時間啦，都係保持有規律嘅有氧慢跑先至係王道。我最近睇到一個比較有意思嘅理論啦，其實好多人都話長跑呢就唔係下下都要跑強度嘅，就係每個星期訓練量要大概係80%嘅量係跑喺你嘅有氧慢跑。咁呢個其實都開始嘗試緊。有冇用呢？有用係有用，最大嘅好處係咩呢？真係會減少我哋受傷嘅風險啦，包括我哋對腳踝啦、膝頭啦，甚至對我哋嘅髂胫束同埋骶髂關節、髖關節、盤骨附近啊，同埋側邊腿側邊嗰條髂胫束嗰個位置呢，刺激冇咁大，但係呢量係保持到一定嘅量嘅情況下，就會增加我哋嘅耐力基礎。呢個係有用嘅，但係唔係話1個星期、2個星期咁樣就會見到效果，係需要長期保持二深蹲2區嘅速度去跑，咁樣就會有用啦。但係呢，點講？都係唔急得嘅，所有嘢都係唔可以急，慢先至係快嘅基礎。要叫咩啊？控制好自己嘅腳，控制好自己嘅心態，唔可以話哎呀，好似今日狀態幾好喎，我配速再上多20秒，配速再上多30秒，我跑一個馬拉松配速，嚟一個叫咩啊？衝刺跑、間歇跑、提速。1個星期入邊有1到2日去做呢啲係冇問題，但係其他嘅時間真係嘅，有氧慢跑先係基礎，先確保我哋喺唔受傷嘅情況下，去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進步自己。其實今次足底筋膜炎對我最大啟發就係話，真係有啲嘢唔急得嘅，特別我哋40後。80年代呢代人，喺我哋佛山嚇，我講啦，我係佛山人添，係啦，唔緊要啦。廣東佛山嘅我哋佛山人話齋，貴精不貴多，台上1分鐘，台下真係要10年功。我哋唔可以話一下子就將我自己掹到好高嘅高度。我哋都係要慢慢去打基礎，基礎打得穩，你以後所有嘅動作、所有嘅配速或者你所有嘅技術技巧呢，都會有幫助嘅。好啦，今個星期我哋嘅分享就係有氧慢跑基礎，千祈唔好急。無論你係新手跑者，或者係好似我哋依家我呢個所謂嘅入門級啦，叫做比新手再進一步嘅入門級跑者咧，都係要放慢啲，唔好心急。慢要確保我哋喺健康唔受傷嘅情況下，我哋先可以有進步嘅空間，更加好嘅一種上升嘅基礎，係啦。希望你哋揾到你自己中意嘅運動，堅持好落去。
健康，將我哋嘅身體恢復青春。好啦，我哋下期見。